好，歡迎大家翻到嚟 Sydney HR 的日與夜。嗱，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個咧幾特別嘅題目㗎，就係叫做心理社會風險啊，英文叫做 psychosocial hazards or psychosocial risk。咁係咩嚟嘅咧？點解會咁講咧？其實咧就喺澳洲咧近期啊，或者喺今年啊，政府其中一個重要嘅 initiative 咧就係呢個心理社會風險啊。咁對於僱主同僱員嚟講咧，究竟有啲咩 impact 咧？咁今日都同大家一齊咧去睇一睇嘅。嗱，首先咧，我哋會睇下咩叫心理社會風險啦，法例係點講啦，喺工作中常見嘅呢個心理社會危害啦，最後咧就如果係管理層要行動嘅話咧，有啲咩需要注意啦，或者咧作為僱員嘅你咧有啲咩需要留意㗎。嗱，首先咧 psychosocial hazards 就係咧，你工作當中可能咧受到心理身體健康造成嘅傷害嘅一啲嘅原因啊，哇，好似好大鑊喎，係咩嚟嘅咧？其實咧就可能嚟自嗰個工作設計啦，即係可能你做嘅嘢係乜嘢啦，又或者咧管理不善啊，都有機會咧影響到咧你翻工嗰個心理質素㗎嚇。例如乜嘢咧？老細要求高啊，又冇乜資源俾你啦，或者咧你冇辦法可以控制到你自己工作嘅時候嘅節奏啦，即係咁逼你啦，搞到咧你真係冇啖好食啦，唔夠支援啦，甚至咧係唔公平嘅，即係例如你喺工場或者職場度受到不公平嘅待遇啦，或者公司嘅政策執行唔一致啦，即係點解佢得我唔得啊？咁諸如此類咧，就都有機會咧會踩到呢條線嘅。法例點樣講咧？其實根據 WHS Act 咧，企業或者我哋叫做咧業務經營者啊，英文叫做 PCBU，Persons Conducting Business or Undertake， 係有法律責任管理職場中嘅心理社會風險㗎。對於咧呢個 WHS 嚟講咧，老細係需要嘗試盡力去消除呢一啲嘅心理社會風險，或者咧將個風險降到最低㗎。其實喺2022年嘅10月1日開始咧，即係紐省咧，即係 New South Wales 已經係有法定嘅明文規定㗎啦，咁咧就係業務經營者咧同埋管理其他嘅工作健康同風險相同嘅方式去管理呢個心理社會風險啊。即係話乜嘢咧？即係話咧你譬如話管理呢個即係性騷擾，又或者咧公平公正工作你係有一個規例嘅，咁其實咧就係控制呢個叫做 psychosocial 嘅 hazard 咧，都一樣咧係要有同樣嘅規矩㗎，即係意味住僱主要做乜嘢咧？你要盡辦法去主動去識別相關嘅風險啦，即係譬如你要咧對於你嘅僱員啦，係去投放一個叫做培訓嘅資源啦，咁咧要咧評估控制喺工作當中出現呢個心理壓力啦。職場霸凌即係 bullying 啦，騷擾啦或者過度工作呢啲風險因素咧，你都需要咧去處理㗎。如果唔係咧，你就會違反咧呢個規例咧，有機會被罰款甚至監禁㗎。好啦，咁根據翻咧，即係我哋睇翻呢個喺 WHS 同埋喺呢個 Fair Work 裏邊咧，去講咩叫做 psychosocial hazard 咧，有好多嘅喎。你睇到可能啦，老細們啦，你可能一額汗啊，哇！大佬呢啲都算㗎，哎呀冇錯啊，例如咧有過高嘅工作負荷啊，即係你俾太多嘢佢做啊，或者俾太少嘢佢做咧都唔掂㗎噃。咁另外啦，有啲叫做暴露創傷性事件啊，例如乜嘢咧？一般嚟講，可能係救護人員啦、醫療工作者啦，
或者一啲性侵害危機嘅處理嘅保護兒童工作者啦，法官、律師等等咧，如果咧佢哋咧係接觸到呢一啲嘅創傷性事件咧，佢哋感覺到唔開心咧，你都要去處理佢呢個心理問題啊，包括可能要即係俾佢睇醫生啦，又或者係俾佢即係有呢個假期啦，去調適啦，去讓到佢咧係可以回復㗎。咁另外啦，就係一啲可能角色衝突啦。即係例如你係即係 customer service 咁樣先算啦嚇，咁你就冇做好時間，即係話你要盡快處理咗個 call，但係你又冇俾時間咧嗰個 CS 咧去先去了解人嘅需要啊，咁呢個咧都會構成壓力咧，就令到個員工咧感覺到咧受到呢個心理嘅創傷㗎嚇。咁另外一啲譬如話即係同主管之間嘅衝突啦，同同事之間有衝突啦。又或者支持唔足夠啦嚇，俾佢支持唔足夠啊，即係例如係乜嘢咧？即係例如咧，我咧就需要咧有呢啲嘅 tools of trade 咧去做嘢嘅，但係公司唔俾，咁我覺得我支持又唔足夠咯噃。又例如即係我需要咧成班同事一齊做嘅，但係你唔係，你要我自己一個做，咁我咧又會覺得咧即係有即係支持唔足夠啦，即係可能個引導唔足夠啦，回饋唔足夠啦嚇，咁呢一啲咧都會構成咧問題嘅喎。咁當然啦，職場暴力啦嚇，即係例如係乜嘢咧？即係例如係即係就真係喐手啦，又或者職場霸凌啦嚇，我哋之前都講過㗎啦嚇，即係一啲係持續性對你作出嘅欺凌行為啦嚇。咁另外騷擾啦，亦都包括係性騷擾啊嚇。記住騷擾呢一個咧好特別㗎，就包好多嘢㗎嚇，包括係呢個種族啦、宗教啦、性別啦、年齡啦、殘疾啦，都可以咧構成咧呢個騷擾嘅喎。仲有係要重複咧先可以構成嘅。咁另外一個幾得意嘅喎，或者叫做獎勵同認可不足啊，即係話我已經咁辛苦搞掂咗啦，老細咧多謝都冇句就令到我好傷心，好感受到傷害啊。咁呢個都有機會咧係構成咧呢個叫做 psychosocial hazard 㗎啦。又或者咧你係冇呢個平等嘅機會咧去讓到佢晉升啦，咁呢個咧亦都係會出現問題嘅喎嚇。剩翻可能啲危險物理嘅處理工作環境啦，偏遠孤立工作啦，令到佢咧感受到咧好大嘅心理壓力啦。嗱，所以點解 COVID 之後咧咁多問題啊？就係因為咧好多人咧喺一個 close environment 嗰度咧就係工作啊，即係一個人喺屋企咁，於是咧就冇見人冇食喎，咁就會出現呢個心理問題咧，就咧最後咧就會 claim 呢個 fair work 嘅。哇！你聽到喂好大鑊喎，老細咁多嘢嘅，可能好多事情都好容易中招嘅喎，咁做老細咪好大鑊，所以點解咧澳洲咁多人寧願打工咧？就係咁話啦。好啦，如果你作為一個老闆啊 ，OK，咁你要處理呢啲問題嘅時候咧，你要點樣先叫合理咧？先會唔會令到人感到不適同埋壓力咧 ？OK，嗱，有幾個方法嘅。首先咧，第一樣嘢咧，你係需要去即係領導啦、指導啦，同埋控制嗰個工作執行方式嘅咩意思咧？你要有個好好嘅 JD job description。嗱，明唔明啊？點解人事成日同你哋講咧？喂，有啲嘢要有嘅，你覺得冇啊？嚟到做嘢咪砌咯，坐低咪做咯，唔得㗎。點解啊？因為你冇一個正確同好嘅 JD 咧，一出現呢一啲叫做 psychosocial 嘅問題咧，你百詞莫辯㗎，所以咧你要有好好嘅管控啊，呢個係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你要定時同員工咧坐低傾下，俾翻啲 feedback 佢嚇。點解啊？因為佢唔知道你中唔中意佢做緊嘅嘢，或者你做緊嘅嘢，佢做緊嘅嘢啦，應該咁講啊，係咪你滿意㗎嘛？明唔明啊？即係呢個點解會有 appraisal 就係咁解啊！如果唔係咧，你就會咧令到員工唔知自己做得啱唔啱咧，構成壓力啦。另外你要即係公平處理分歧啦，OK 嚇。咁最後啦，如果真係出現問題咧，亦都係需要實施呢個紀律處分啦嚇，甚至終止僱傭關係啦。嗱，呢一個咧你要留意啦，你需要有足夠嘅文件啊，後面會講咧，去令你咧係唔會 get into trouble 噶。OK， 繼續講翻僱主咯，咁成個風險管理流程係乜嘢啊？第一啦，你要識別呢啲員工會面對嘅風險啦，嚇。
確保風險咧係可控嘅，亦都係符合咧員工嘅需求嘅。流程要公平要透明，同埋咧要遵守咧呢個 fair work， 即係唔好做任何違法嘅事啦。亦都要咧提醒員工喺工作嘅時候咧係有責任避免自己受到傷害同埋傷害別人嘅喎。即係我老細成日講啦，唔好做任何愚蠢嘅事情，亦都唔好讓你隔離嗰個人做任何愚蠢嘅事情。所以作為僱主咧，我哋其實有好多事情咧係需要去辦咧。一般嚟講咧，你就係要 make sure 咧，你俾僱員嘅工作係寫得清清楚楚，同埋你係有一個好嘅管理機制，去防止咧員工咧係出現呢啲心理性創傷嘅。嗱，喺政府度咧，你 download 咗呢一個圖㗎。第一樣嘢，如果真係出現問題啦，你要揾到嗰個問題係乜嘢啦？通常都知㗎啦。然後你 loop 去第二個位咧，你就係咧，你要睇下咧佢呢個問題對你帶嚟嘅 risk， 同埋你係咪可控嘅？如果你發覺係可控嘅，咁你就第三步梗係控制佢啦。最後咧就睇翻究竟你呢個控制執行係咪可以 measure 到？點解啊？因為如果你 measure 唔到嘅話，你自己冇辦法 justify 究竟呢件事最後有冇解決到嘛。So much about 僱主啦，咁員工點樣去保護自己咧？就唔好咧出現咗咧，即係出現呢個即係 psychosocial hustle 呢個問題咧。嗱，第一樣嘢講得好清楚㗎啦，永遠都係㗎啦，記錄低所發生嘅事，次次我都咁講㗎啦。點解啊？保護你自己，同埋都保護你老細啊。OK， 費事你兩個到時口同鼻拗咧，打交就無謂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有啲咩問題，記住重要嘅嘢講3次，同 HR 講。HR 係有責任去幫你處理，同埋去睇下究竟有冇一個投訴機制可以幫到你㗎，即係例如匿名嘅投訴啦，又或者咧員工諮詢嘅熱線啦。有啲公司咧會有咧一個叫做 Employee Assistance Program EAP 啦。咁通常咧你打去咧就唔會知你邊個打去嘅，只會知會有人打去嘅啫，因為要俾錢㗎嘛。咁僱主咧就係完全係獨立㗎啦。咁呢個咧係啲心理健康嘅支援，通常咧係短期嘅，一般幾次啦。如果處理唔到問題咧，佢咧就可能 refer 你去咧一啲社工啦，又或者係即係一啲咧心理學家啦，去幫你處理問題㗎嚇。咁最後啦，你可以睇翻 Fair Work， 睇翻你自己嘅權力，睇下你咧有冇機會可以舉報啦，或者你可以向翻 WHS 呢一類型嘅監管機構咧去舉報咧一啲不當嘅行為啊。兩邊作為僱主，麻煩你要寫好晒所有嘅 regulations， 等員工有得跟。員工如果真係發生事情嘅時候，請你記錄低所有嘅嘢，同埋向有關當局去舉報。今日睇咗呢個都係一個好即係入門級去同大家傾啦，因為如果你睇個網站咧，其實咧可以咧講幾集㗎嚇。咁今日大概同大家講咗呢個叫做比較入門嘅即係認識先嚇。如果咧係大家有興趣嘅，我哋可以再繼續睇落去啊。咁就有咩就 email 俾我啦嚇，就 subscribe 我 Patreon 啦，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咧就係follow 我嘅 Facebook 㗎。我哋下一集再傾，拜拜。